來看這國民黨議員李寶中部牽涉食錢，用這親友子人頭10多年來詐領處理費超過977萬。北檢今日偵結，依照貪污定罪，甲李寶中部因翁仔某，還有看守的媽媽阿姊小弟等7個人起訴。檢方表示講，李寶中部承認犯罪，會甲犯罪所得交出來，希望講這法院唔通甲伊判遐重。北平所長約談國民黨議員李寶中部假日談風波涉嫌詐領助理費，檢方3個月過偵辦，在限第17偵結，依照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李寶中部等7人。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、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。伊是7年8山地原住民議員，太太做辦公室執行長，太太阿姊做財務，用2大手法詐領助理費，一方面將丈母甲衛生等人掛名人頭助理虛報，另外一方面，太太小弟翁某雖有實際咧任職，所被加薪關報，10多年來涉貪的金額超過977萬。我不受訪。打電話給辦公室嘅調無回應，然後李寶中部手機也無聽，不過檢方指出，李寶中部翁某佇偵查當中認罪，交回全部犯罪所得已經悔悟，且法院減輕刑罰，因為官司伊無要擱變連任，國民黨進前已經定調伊嘅查囝李寶玉婷投入年底選戰。無分議員立委常常有面代，涉詐助理費親像無當一個高金素梅，被控涉貪超過787萬，互檢方起訴。民進黨的林義錦涉嫌詐領1000萬，一審被判7年。這擺個李寶中部加入其中。我覺得各政黨都應該要就是很嚴厲的來做處置，不管是國會或地方的這些議會，當然應該要針對有關稽核的部分，要去做一些加強。牽涉助理費的立院組織法修法已經3度修正通過，一屆立委開始立院編列立委補助費用項目，無限定是助理薪水，也包含專業加給立委獎金，按個會立法院到地方議會，調調助理費亂用，公道明化成平台制度以外，愛強化相關的稽核機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